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你要过年啊，真侪人拢会去买代表好彩头的花盆，放伫厝内，希望会当有好结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盆，花盆的盆。有人说盆，这个盆就有花卡的意思，就是算地花的单位，像咱讲一盆花。古早有一个较特别的讲法，就是半缴出的牌嘛叫做盆，像人讲衰盆、旺盆。啊，若古早轮到啥物人，就会讲着你的盆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临盆，代表顺月要生啊。第二个词笑花莲盆，字面的意思是讲介意一盆花材，就会和花盆做伙拆烧。意思就是讲介意一个人或者是物件，就会和伊其他相关的物件做伙拆烧、做伙介意。所指的一句是讲疼囝连孙，就是讲疼囝会和孙做伙疼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笑花莲盆，疼囝连孙，伊疼惜因囝，新妇临盆要生第二个，因翁仔某就暂时斗照顾大孙，互新妇会当好好啊做回来，好好啊休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盆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